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市今年的1月到4月发生788件火烧厝，有17个人来死亡。这4个月来发生的火烧厝，就超过去年的一半，这个总数的一半。当地民众讲，可能是因为这个消防局搬到新的厅舍，有一个侧面灯角进行加刀，刀喙阁向这个消防局，都袂输是加刀刷同款，唔才会有遐尼侪火警。啊，真拄好，消防局伫今年的3月，就伫加刀喙迄个所在放一粒大石头，在地人就猜测应该是要冻煞。啊，消防局是出面来赔回，讲放这个大石头吼，甲这风水无关系。台中市消防局侧边呢，这里是放了一颗大石头，大概在今年3月的时候放上去了，上头还刻着4个字“责任荣誉”。那这边刚好又是在2岔路口的中间，当地居民说可能有挡煞作用。石头顶悬刻责任应有4个大字，石头放的所在就伫咧消防局的本部永平路，也有文心南高路的中央。会放伫遮，就是因为这个路口形状就亲像是一支加刀，刀口正对消防局，将石头放伫中央，风声讲有冻煞意思。这边应该有剪刀煞啊，因为石头要放下去的时候，也有请风水师过来。因为这刚好是路通啊，真的火灾又比较多。以风水来讲的话，还是会有一些影响。对。根据消防局资料的统计，台中今年正月到4月发生788件火警，已经超过去年1423件一半，其中造成17个人死亡。这个现在这个叫剪刀煞，有一点偏西北方。那西北方里边，今年又是一个不利方啦，那就会有一些所谓的这种伤害性、意外性就会出现。不要有配置红色的物件啊，但是呢，它大石头是有作用的。也就是说，免中不足啦。面向专家认为，照风水来讲，放石头会用的将加刀刷甲挡掉咧。也毋过这粒风水的石头放无偌久，又搁传出有外勤的同事感觉排班无公平，也搁为着人员调动的问题差价拉提。那依照它的辖区特性来做调整啊。那我想这个排班我们都会持续的跟外勤来做这个沟通。我想这个风水这个东西应该不用过多的来谈论了哈，这个都是一个迷信的东西。消防局解释，放石头和风水无关系，是因为大河咧进行环境整修的工程，放石头搁伫顶悬来刻字，是因为景观的考量，加上会当提升士气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